伫一个真粹的记号中，耶稣受出卖，伊当受掠去审判，遐个兵丁甲用各种虚假的事伫指控耶稣的人，将耶稣交去到伫官府的所在，按算要将即个称家己是先知，是侪侪因看做笑亏的身份的耶稣处死。先知以赛亚捌伫早前就画出一幅描写耶稣受苦的情景，伊受看轻，互人放杀；伊受压迫，拄着苦楚，伊亲像羊羔，互人牵去抬。受放杀，搁孤单，当遐个伫指控伊的人追求伊的一生，甲传道事工的时，耶稣却恬恬徛伫因面前，无出声。